Hello，大家好，歡迎喺呢度慎思明辨 channel，啲出嚟分享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日呢條片咧，我覺得真係大新聞啊，突發啊嚇！Donald Trump 咧喺幾小時之前咧喺佢 Truth Social 嗰度咧就出咗個 post 啊嚇，佢話咧就美國將會向波蘭增加駐軍5000人，哇！真係厲害啊，5000人唔少㗎啦。因為原先咧我 check 過啦，波蘭咧而家大約有1萬個呢個美軍喺嗰度，咁啊增加5000嘅話咧，即係話咧即刻增加50%，相當厲害嗰個嗰個增長率啊！值得注意嘅咧就 Donald Trump 呢次講嘅講法咧就唔係用一般嗰啲 NATO 盟友、北約盟友嘅講法，即係唔係話哦你因為俄羅斯威脅我派兵俾你，又唔係話要保護歐洲，更加唔會話強化 NATO，唔係講呢啲嘢，係直接講一個私人嘅關係。佢話咧因為呢個波蘭嘅新任總統啊，呢個係納夫羅斯基咧係同佢 friend 底，係佢嘅支持者。即係Donald Trump支持佢啊！佢哋關係良好，所以咧美國決定增加駐軍俾呢個波蘭，賀一賀佢呢個選到呢個新任嘅總統。OK， 嗱 Donald Trump 咧其實咧將呢次嗰個講法咧唔係一個傳統嘅北約盟友嘅講法，係佢將嗰個個人關係、個人政治關係擺咗上高。咁當然啦。增加駐軍當然係對波蘭嘅軍事保護啦。OK， 呢個總統同佢 friend 底啊嘛。OK， 保護多少少。咁當然都考慮埋呢個地緣政治嘅，因為波蘭始終一個相當敏感嘅地方啊。所以 Donald Trump 咁講法咧，係完全冇將呢個歐洲問題啊、北約問題拖落去，直接講 friend 底。所以咧就俾多5000個駐軍俾佢，相當特朗普式嘅外交。最緊要 friend 底有偈傾啊！OK， 咁咧我 check 過啲資料啦，其實幾日之前咧，呢個美國增兵波蘭咧，其實已經噏咗出嚟㗎啦。不過當時咧我就冇打算報導咁解，因為我都即係當時嘅消息咧就係由 JD Vance 講嘅，就唔係特朗普講嘅。咁啊我唔知個真實性係幾大啦嚇。咁啊原先咧 JD Vance 幾日之前係講啦，美國原來有一個對波蘭增加4000個駐軍嘅計劃，但係 delay 咗。咁所以我都冇打算講嘅 delay 咗啊嘛，係咪？咁咧就而家咁講法咧，我覺得有2個可能性啦。OK， 第一個可能性咧就基本嘅原先打算駐軍增加4000，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俾夠5000佢，咁啊就所以加埋咧就15000。嗱呢個咧係基本我係咁考慮嘅啫。但係假如係第二種諗法咧，係更加震撼啦。原先已經打算增加4000，不過 delay 咗。Donald Trump咧而家話俾多5000，咁會唔會加埋有19000個駐軍咧？真係唔知啦。所以咧正式嘅準確數字咧就要等呢個5角大樓咧正式公佈啦。因為始終呢啲都係軍事嘢啦，就 Donald Trump 咧而家作為一個即係總統，佢而家講嘅啫。實際上咧都仍然要睇呢個正式嗰個軍事嘅公佈啊，有待澄清啊。OK， 嗱點解要增加到15000駐軍或者接近2萬駐軍咧？嗱呢個數字係有待澄清，我再強調啊，係咪真係波蘭危險得咁交關咧？確實係，佢東邊咧就同呢個白俄羅斯接壤，咁你知俄羅斯就係呢個俄羅斯嘅馬仔啊嘛，所以有啲咩係俄羅斯侵略過嚟嘅話咧，透過白俄羅斯嗰邊接壤嘅話咧，就根本係入到波蘭就太過容易啦嚇。而且白俄羅斯同俄羅斯啲軍事咧係基本上一體化嘅，導彈、戰機、軍事演習、核部署嘅威脅，全部都係同俄羅斯即係揦埋一住㗎啦。咁所以咧，波蘭係一個相當危險嘅地方。咁啊，另外咧北部咧仲同俄羅斯個飛地咧係真係接壤嘅。嗰個飛地叫加里寧格勒啊嚇，咁啊呢個地方咧就係俄羅斯喺歐洲最重要嘅軍事據點，因為佢黐住歐洲，所以咧一直相信咧俄羅斯喺嗰度咧根本係駐重兵嘅，例如有個導彈啦、防空系統啦、呢個海軍力量啊、電子戰能力咧都係黐住喺嗰度嘅，即係喺波蘭隔離就係俾呢個俄羅斯同呢個白俄羅斯呢個係 L 型咁包圍咗，所以一個相當危險嘅地方。呢個地方我 check 過咧，叫做蘇瓦烏基走廊啊。咁呢個位置咧就啱啱就一邊黐住白俄羅斯，一邊咧就係黐住俄羅斯嘅加里寧格勒。嗱，所以如果俄羅斯做呢個軍事封鎖嘅話咧，隨時可以喺嗰度咧將波羅的海3國同 NATO 本土嗰個陸地個聯繫咧完全切斷。所以咧波蘭係 NATO 東邊一個最危險嘅位置。所以美軍喺嗰邊加強呢個駐軍嘅話咧，就係相當有呢個軍事意義嘅。OK 嗱，坦白講
點解個咁黐住呢個俄羅斯嘅一個波蘭呢個國家，又同呢個美國咁鬼 friend 底，又同俄羅斯咁鬼呢個貌合神離咧？講翻係有段故嘅。咁當然啦，我哋呢啲80年代初就已經係做緊新聞記者，我哋一直睇住呢啲局勢嘅變化。咁咧就 OK 嗱，之前咧波蘭咧其實咧係根本係前蘇聯嗰個一個其中一個係咪附庸國咧？係起碼係佢 Warsaw Pact 嘅其中華沙公約嘅一份子，佢唔算係，佢唔係蘇聯嘅一份子，即係蘇聯嘅一個國家咧就冇包括呢個波蘭在內，但波蘭咧都係同當時嘅蘇聯一樣，都係信奉共產主義，極受呢個當時嘅蘇聯影響，即係整個國家嘅運作同蘇聯咧係冇乜大分別㗎啦，不過整喺個國體上高咧就同呢個蘇聯係有分別咁解。佢總之係屬於當時嗰個東歐嗰個即係嗰個鐵幕嘅一部分，係完全係佢哋啲人嚟嘅。咁咧就波蘭咧係當然係華沙公約一份子啦，所以咧你可以理解佢為咧係完全同俄羅斯係受俄羅斯控制、受俄羅斯影響，無論政治、軍事、外交方面咧，佢哋幾乎都係一體㗎啦。但係咧就去到80年代咧，嗰時我啱啱開始做新聞出現咗嗰個團結工會，咁裏邊咧有個領袖就係呢個華里莎，咁當然啦，去到我咁嘅年紀嘅朋友咧都應該知呢段歷史㗎啦。咁呢個華里莎就喺呢個波蘭嗰度咧就搞一個民主運動，咁當然咧亦都係燃點咗喺呢個東歐國家嗰個一個係要一個民主化嘅一個諗法啦咁後來發展啲嘢咧，我唔詳細講啦。去直到1989年咧，波蘭咧就出現咗一個半自由化嘅選舉。之後咧就歷史嘅發展，大家睇翻啲資料會知道啦。後來呢個柏林圍牆倒下啦，東歐劇變啦，我哋當時叫蘇東波，唔係嗰個詩人蘇東坡，係蘇聯、東歐同波蘭。OK， 呢3嚿嘢其實都係一嚿嘢嚟嘅啫。咁就出現咗一個劇變啊，所謂所以咧使到蘇聯咧喺1991年就解體。咁後來當然即係啲國家拆翻開晒啦，蘇聯就拆咗，俄羅斯就變咗即係翻去自己嗰個地方。烏克蘭咧就成為佢獨立翻一個地方，波蘭咧亦都係走翻佢自己嘅條路。所以同前蘇聯咧個關係相當緊密嘅。會唔會而家呢個俄羅斯呢個普京咧，即係佢嗰個發一個春秋大夢喺呢個烏克蘭嗰度咧，又要攞翻以前嗰啲嘢？會唔會諗下咧，又將波羅的海三國又要攞翻佢咧？呢個先係恐怖嘅諗法呢個所以咧，一段簡單嘅歷史同大家講下咁解咁就喺呢個烏克蘭戰爭之後咧，波蘭其實相當驚嘅，有咗烏克蘭嗰個經驗即係佢知道原來呢個俄羅斯為咗喺嗰邊攞翻啲嘢，竟然可以係揮軍打足4年嘅。你諗下波蘭係點頂呢樣嘢係咪？咁當然波蘭有少少唔同，波蘭咧而家有美國罩住分別就喺呢度。近呢幾年咧，波蘭咧啲軍費都瘋狂咁加㗎啦。佢知道如果唔強化嗰啲國防嘅話咧，就岌岌可危啊。所以咧，波蘭咧就喺NATO裏邊咧係最反俄羅斯嘅國家。即係佢以前同俄羅斯咧，sorry 唔係以前同前蘇聯咧係相當關係緊密嘅。當然咧，佢當然知道以前嗰啲苦況啦，後來要經過呢個團結工會華里莎先搞掂，慢慢先經過好多年嗰個奮鬥改變，先有今時今日一個比較自由嘅經濟、自由嘅思想係咪？所以咧呢個波蘭都好支持呢個烏克蘭嘅，亦都歡迎美國喺佢嗰度駐軍嘅。佢明白到冇美國嘅照住嘅話咧，佢真係相當危險嘅。總之，波蘭而家最擔心嘅就係歷史重演，即係呢個烏克蘭嘅2.0就喺佢嗰度搞咧，佢出事㗎啦。所以咧，Donald Trump呢次咧開到聲喺 Truth Social 嗰度講咧，增加駐軍5000，個政治意義係相當大嘅。即係實體如果加到15000兵喺呢個度，如果要對抗俄羅斯嘅話咧，都似乎唔係好夠嘅。但係問題咧喺政治上咧就證明美國仍然係會照住歐洲 friend 底嗰啲國家，嗰啲反骨嗰啲咧就唔使講啦Donald Trump公開表明佢會支持波蘭嘅新總統，因為點解咧？因為新總統都係個保守派，同呢個特朗普咧就啱晒嘴型所以咧呢次咧你可以睇成為 Donald Trump 話增加5000駐軍，就代表美國重新向波蘭派出定心丸，算係一個安全保證。亦都係睇到一樣嘢，
Donald Trump 咧，雖然同呢個北約啲國家當然波蘭都係北約啦，即係相當鬧得相當唔開心，但都係一國還一國，係嗰啲反骨嗰啲嘅啫。對於友好嗰啲咧，佢一樣係仍然會照住嘅。所以呢次咧，雖然表面上係增加5000呢個駐軍，咁當然啦，我唔肯定另外嗰4000係咪包括在內定係分開計啦。總之係牽涉啦呢個咧。NATO 北約嗰個東邊嗰個同蘇聯連接嗰條接壤嗰條界咧，仍然 Donald Trump 咧要保證佢喺呢個東線嘅安全。咁美俄角力咧呢部分都係一部分嚟嘅，即係美國仍然會睇住，唔會話美國咧就同呢個 NATO 即係嗰啲國家咧傾唔掂數嘅話會放棄咗，佢仍然會睇住最前線嗰部分。咁Donald Trump 嘅外交路線咧睇得好清楚啦，即係話咧。你如果係同 Donald Trump 係有偈傾嘅話咧，佢最緊要俾面嘅啫，佢係會同你仍然會睇住佢嘅。所以咧，Donald Trump坦白講，佢都仍然擔心東歐會歷史重演，會俄羅斯咧一個一個咁打咧，佢真係驚呢樣嘢。所以 Donald Trump 今日宣布喺呢個波蘭增加5000駐軍咧，係一件大新聞嚟嘅。OK，咁咧我就由於個消息相當初步啦咁我只能夠好簡短同大家講下而家最新嗰個發展係點樣。咁實際上咧有啲咩具體嘅咧，就等後續嘅宣佈啦。OK，呢片分享到此為止，同大家分享一單比較緊急嘅新聞咁解啫。OK，繼續支持慎思明辨 channel。OK，拜拜。